应所有的人一件代志，一件事情，想要抽手机的打想抽，但是我要说一个游戏规则。我今日这档直播，我就是要抽手机啊尔。对。吼、欢喜尔。吼、甲恁讲一声歹势，因为我头拄有讲要抽手机啊。也毋过一直去互这个选民来打断。对。来这个选民一直来甲我乱笑。但是我的人话只要讲出来，我就爱抽啊。一言既出。来驷马难追，无咧抓小的。来，所有人。无要叫恁买物件，再来送手机啊！没有，咱咧做代志，毋是安尼。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，一个游戏规则，就一个规则。来，电话卡过来，来2块银，来几号？来念出来。0900过来，我卡。241，哦，283，好来，无要紧，好。好，来。您拨的号码暂停使用。以上是信息编号6。来，搁来一间，搁来2间。该当卖这闹亏，捞一支王八鸡嘛，袂这闹亏，你知哦？智障吗？你会当捞一支王八鸡啊？来，搁来第咧，恁听无清楚，恁听一届啊？您拨的号码暂停使用。241-283-0900，卖吃28啦，卖伫遐咧食喙，卖佚佗 FB 诶。恁啊，你这比天风哥28啦，你敢知？你卖佚佗 FB 诶。咱天风哥敢出来面对咧？天风搁敢接电话咧？你知嘛？来1300人来，知影天风欠我钱，知道打知道？来，知怕知。来，知道所有人知道天风欠我钱的，知道打知道？来。你知影天风现主席欠凯宾钱的，知影的人，录起来。看，较正开的啦，智障的。来，所有的人要抽 iPhone， 吼，我真抽真送，我要求一件代志呢。一个规矩。我就敢要求一件代志呢。就要求一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第一件代志。也是最重要的事，上重要的代志，咱抽到 iPhone， 抽到，为了避免人家说我们假抽假送，对，第一个打电话进来，马上确认身份 ，OK 打 OK。待会抽到你之后，马上立刻打电话进来确认身份 ，OK 先打 OK。第一，抽到 iPhone， 先打电话入来公司确认身份。OK 打 OK， 来再强调一次，待会假设抽到你之后，马上立刻拨打电话进来确认身份 ，OK 的，录下，就这么简单。来，过来第2点，第2点，7天内完成线上来到现场自取，拍谁？7天内，并且我会。拍照，看你要上镜还是怎样啊？都可以看哦，还是你要现场立刻马上来领你的手机也都可以，随便你。这摆恁爸咧开直播，你若抽到，你要现场来随来领你的手机啊，无问题。OK，no problem。我今日原本是传20支要来送线顶的朋友啦，叫选民乱一个吼，我已经真无欢喜啊啦，抽奖的心情拢无啊啦，你知无？你们懂我的感受吗？来，第3点，上简单的一个要求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，注意看哦，先注意看一下哦，很重要哦，很重要哦。来，所有的人，下骹有一个 AA 底线22345 IG 账号，立刻马上先去追踪。因为我等一下会在限时动态发布一组数字，你若无追踪的，你就看袂到。先去追踪，追踪回来了，回来讲已追踪，你有了解无？来，所有人先去 IG 那里先去追踪，追踪完之后回来打已追踪。我们等一下正式要抽奖，来，没有错，计时器来，计时器来，来。好，我会在 IG 的限时动态
发布一组数字，就是我们要抽奖的内容，很重要哦。真重要。所以所有的人先去追踪 IG， 来3分钟的时间，让恁开始追踪，来开始追踪啊！来开始追踪，对不对？有追踪的嘛无分享嘛无效哦。追踪完之后，马上立刻回到直播现场说已追踪。抽到你若无分享，歹势，甲你讲歹势啊！来，要符合这个抽奖资格，第一个要先分享。小弟啊，就爱先甲大家线顶的朋友先讲一声抱歉啊哦。你若无分享，就歹势啊哦。真正就无啊。我希望这第一定爱先打电话入来确认。第二点，一定爱来现场甲我自取，无法度用起来，歹势。无法度用起来。来，全部拢先去追踪啊！来，所有人去 IG 马上回来。所有人全部去 IG Kinky 开始追踪啊 Kinky 赶快来200个去追踪，尔伤少啊！来手势之后立刻动作，手势，进来 Kinky， 所有人赶快追踪 IG， 全部拢先去 IG 啊！全部拢先过啊 Kinky， 我等一下会发布一则限时动态。里面会有我们关键，今天他妈关键的一个数字，就关键了。很关键的一个数字，我们要来抽 iPhone。好久不见了哈。来，请顾客来。来个公家游戏规则 ，IG 追踪完之后，马上立刻回到直播现场。待会胡凯斌都会发送一则直播动态。他会发送一则直播动态，你有了解不？来，你要怎么符合我们的资格？很简单，第一个追踪 IG 追踪完之后，我们的直播。我们这个胡海滨直播拍卖一定要按赞、设定、追踪、小铃铛，接收通知一定要打开，你有了解不？待会抽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马上打电话进来确认身份，确认完之后7天都要来自取，7天内来自取，7天内一定要完成自取这一只手机的一个动作。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你的所有直播一定要设为公开分享。再来我们的 IG 你如果没有追踪也是没有的。就是 no 事嘛。拍摄啊，都爱跟你讲拍摄啊。对，你就是无。来准备，来我们等一下。所有人赶快去追踪 IG， 因为 IG 会发布一则限时动态。限时动态会有一组神秘的一个数字，对，回来直播赶快刷，赶快刷，赶快刷，等一下啊，还没啊，就要大家拢走去追踪 IG 啊 ，Kinky， 全部都先去追踪 IG 啊，如果没有 IG 的，赶快下载 IG， 赶快，立刻马上，好不好？赶快去，再强调一次，手机假设今天你很幸运的抽到了，马上立刻打电话进来做确认身份的动作。7天后，7天要自取，7天内要自取，有了解不？赶快了！大家莫搁你看我看，赶快了！有啊，因为有咧追踪啊，我咧看啊，我嘛咧看你有咧追踪无啦？来8833，因为他都要8600嘛，加200外啦。来先去追踪 IG 啊！马上先去追踪 IG， 千几人即摆恁是拢咧下载 IG 啊？DAA 底线22345胡凯斌的直播IG， 等呢，线顶的朋友，等一下我会在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不是关键字的离奇，刚才你给我录关键字，等一下不是关键字的，不是关键字，我等一下。没关系，你们先去追踪啦。Kinky， 你先去追踪啦。去完之后马上回来现场，然后开始自动直播，开始分享啊。等下人数，因为有的人就要开始走去追踪 IG 啊，人数先冲上来，人数先冲上来。我等一下有事情还要再跟你们讲一个游戏规则，好不好？来，全部的人都已经去追踪 IG 了嘛 ？Kinky， 来，全部的人，全部的人分享一次，来。分享一次抽不到，分享5次就会抽到了，有了解无？真抽真送，用真抽真送。我要叫你开几枚物件，我没话术，不会套路，无咧赚的啦，无咧赚的啦，拢无咧赚的啦。有了解无？赶快马上立刻。好，感谢啦，感谢大家追踪啦所有人要设为公开分享，没 IG 啊，没 IG 赶快下载啊。啥？国豪哥讲伊无 IG 啊 ，Kinky， 无 IG 食人呢，做食辣嘞，即摆流行啦。来，有追踪的打已追踪上来，
哦，已经追踪的去打已追踪上来，好不好？全部的人先去追踪 IG 啊。来，好，怎么用 IG 哦？下载。